家就影下拜四角，所以擺嘅位置同埋佢嘅過程俾大家睇下。呢啲套裝原先要喺度燒嘅，但係咧避免生火，所以咧就話咗俾啲各個街坊聽，稍後先至俾佢哋。呢個中間嘅位置，蘋果原先要香嘅，但係我已經凍凍咗俾佢哋啦，加埋嚿肥豬肉。原來咧肥豬肉咧就係要呢種嘅有皮嘅。街市嗰個賣豬肉嗰個姐姐就話要用呢啲拜四角先至可以得嘅，即係高手在民間。